遮人表员讲，最近台东的车头甲渔港，变若休困日仔人济车嘛济，不过车头在游客奥多摆煞乌白挡，甚至占用新种的停车格，最近拢总着开60外张罚单。台东火车头4块地仔的汽车停车格，定方发现讲，互奥多摆占用，就连新种者专用的停车格，嘛互一般的奥多摆占用，影响塞车的民众和申请障碍民众的权益。警方最近已经处理60外件，但嘛是有真侪民众乌白停。即马台东县的观光大月就要来啊，警方要加强处理，相关会当罚12块。都被摩托车乱停走占走，对啊。除了机车违停人行道、残障停车格，还有甚至逆向停车等等，我们都会做加强取缔的动作。遮侪人爱去的绿岛观光区，后个月正式进入旅游的大月，要讲会有3、4千人起来岛顶，但是南寮渔港空间真细，过去定发生人车拢客做伙，通行真困难。县府即马嘛宣布讲，对6月初1开始要管制车辆入来，违规入来的车会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罚600到2400，呼吁民宿的业者接送旅客来配合。船班来的前抵达的前10分钟跟后10分钟，我们都会进行人流的管制哦。那也希望给来访的旅客呢，有一个人车分流，一个良好的人行空间哦。这礼拜6礼拜就是8种节的年假，警方已经规划伫绿岛和南市要做交通大执法，处理食酒塞车和骑奥多摆无戴安全帽啊，呼吁民众和来遮佚佗的游客拢爱守法，莫犯法啊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